先开始来关心4月初3花莲大地震，台电的部分机组嘛有受影响。亲像伫和平电厂，伊的1号机就因为一条地动尾影响修理的进度。因啊大潭电厂8号机昨昏嘛跳掉，造成备转用降价，甚至佫出现柑仔色警示的灯号，即马供电是降到限电的边缘。 4月初3花莲大地震迄天，全台湾停电的户数有到308000多户，台电包括和平、台中、国光、加海湖等机组拢故障，管线弯曲变形。虽然抢修了后慢慢恢复供电，不过受损的和平电厂1号机因为地动尾又未煞，影响修理的工作。除了和平、台中电厂7号机也因为地动破工的坑正大坑，即马暂时停机修理。 再加上昨暗大潭电厂8号机也发生跳脱，造成暗时尖峰备转用量不转至境界柑仔色灯，是今年以来用电负载有期上悬，供电强要到限电。过去这2年几次大停电，台电深感抱歉。我们检讨，几乎都是电网出了问题，因为系统当下是有电的，但是送不出去，所以我们要强化电网韧性。 虽然自4月开始电钱调悬，不过伫最近天气转较烧热，用电量偏悬，像15尖峰负载是3527万千瓦，已经甲去年的5月下旬差不多，也创史上4月中旬的高峰。台电官网显示，今仔日的供电是充裕的绿灯，因那台电也会趁到拜六用电量较低的时阵，全面减少地动对机组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